亲情50，近摆若有代志要甲我拜托，我拢袂提时。毋管是要叫我车家具，还是要拼厝内顾囡仔，我拢做有着。逐摆工课做煞，因大家暗时就少少去食高级餐厅，从来毋捌甲我招。毋是讲咱爱对见食，迄是起毛字的问题。好歹嘛甲我问一下，拢毋捌。俗语讲点灯有分，分久跳坎，意思就是讲做有食无，有代志才相找，有好康的拢毋捌报。这句俗语代表我迄时阵的心情。